上班好攰，都唔可以唔返工，賺錢好辛苦，都唔可以唔搵錢。年紀越大，就越明白，有啲嘢你可以唔做，但有啲嘢你一定要做。以前覺得人生係可以隨心所欲嘅，不過而家睇返，現實係一場選擇題，點揀都會有遺憾，因為世上根本冇完美答案。人間唔係仙境，生活從來都係一場矛盾嘅拉扯。生活就係咁樣，充滿取捨同權衡。搵工係為咗生活，但返工又好攰，成日耗盡咗對生活嘅熱情。賺錢係為咗滿足需求，但又發現呢啲需求壓縮咗我哋追求幸福嘅空間。呢啲不得不同應該做嘅壓力，好似一張無形嘅網，綁住你嘅自由，但同時又支撐住你嘅日常。呢種矛盾，可能就係人生嘅真實面貌。返工有幾攰，賺錢有幾苦，呢啲唔需要再講，因為每個成年人都心知肚明。無謂再抱怨，因為抱怨改變唔到現實，只會令自己更攰。就算攰到攤喺床度喐都唔想喐，第二日瞓醒，你都會起身返工。人生好多嘢，唔係你有冇力去做，而係你知唔知你一定要做。細個嘅時候，成日覺得人生就應該係照自己意思過，中意嘅就盡情追，唔中意嘅就即刻掉低唔理。嗰陣時，任性唔係缺點，反而係一種特權。可以話唔想做就唔做，可以話唔開心就攤牌，但年紀大咗先發現，呢啲我想，或者我唔想，其實好唔值錢。成年嘅代價就係慢慢學會咗，唔係每樣嘢都可以任性，因為你嘅選擇影響唔止你自己，仲影響身邊嘅人。少啲任性，唔係因為你變得冷漠，而係你開始分得清楚乜嘢係應該做嘅事。可能你唔再隨便參加啲無聊嘅飯局，但你會記得喺重要嘅時候送上一句真心嘅問候。可能你唔再對工作痴心，但你依然會準時完成，因為你知呢份工係你穩定生活嘅基石。少啲任性，係學識咗做選擇嘅藝術，唔係每樣嘢都要爭，唔係每樣嘢都要計較，而係學識放手，學識割捨，學識成長。人生就好似一場永無止境嘅選擇題，冇標準答案，冇人可以教你，啲選擇往往係得失參半。你揀咗拼命返工，可能會失去陪家人嘅時間；你揀咗追求夢想，可能放棄咗穩定嘅生活；你選擇堅持自己，可能感到孤單，但如果妥協，你又可能壓抑自己。點揀都會有遺憾，呢個係人生嘅真相。但係遺憾唔代表失敗，其實遺憾係人生一部分，佢提醒你唔好去追求完美，因為完美根本係假嘅。每個人都會有失去，每個人都會後悔，但正正係因為有遺憾，我哋先會更加珍惜眼前嘅嘢。人間非淨土，但溫暖係自己創造出嚟嘅。生活從來都唔完美，呢樣嘢我哋早就知。但係人間雖然唔係仙境，但依然有好多微細嘅美好值得我哋珍惜。可能係一餐自己煮得好成功嘅飯，可能係一場久違嘅朋友傾偈，甚至可能係放工路上睇到嘅夕陽。呢啲簡單嘅幸福足夠讓我哋喺繁忙同疲憊中喘口氣。有陣時我哋睇住其他人，總覺得佢哋嘅生活比自己幸福，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佢嘅壓力同辛苦，冇人嘅生活係完全輕鬆嘅。與其羨慕人哋，不如學識欣賞自己嘅生活，就算佢唔完美，佢都係屬於你獨一無二嘅人生。點樣去面對咁嘅人生呢？答案係接受佢，然後一步一步行落去。接受返工好攰，但呢份工俾你屋企人嘅生活帶嚟咗穩定；接受賺錢好辛苦，但呢啲錢幫你實現咗好多願望；接受年紀大咗唔可以任性，但因為唔任性，你學識咗乜嘢叫責任同擔當。人生冇完美，因為完美係假嘅。真正重要嘅
係你點樣喺唔完美之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價值，點樣喺遺憾入面繼續去珍惜，點樣喺疲倦之中揾到一啲令自己心安嘅理由。人間非淨土，但人間有情。生活未必改變，但你睇生活嘅態度可以改變。你選擇接受，選擇堅持，選擇放低啲唔重要嘅嘢，咁你嘅人生就已經行緊向光嘅方向。當你覺得攰，覺得厭，甚至覺得無力嘅時候，記住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做嘅係咪值得？如果值得就繼續堅持，如果唔值得就即刻改變方向。人生嘅選擇題冇標準答案，但你可以為自己揾一個最舒服嘅答案。咁即使有遺憾，你都唔會覺得後悔。如果你喜歡呢段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